迄时，耶稣甲众人甲伊的学生讲，因学士甲法利赛人坐摩西的位，所以既然因所甲恁讲的，拢着行来守伊，总是无伫照因的所做来行，因为因有讲也无行，因应当搁恶担的担，把来下伫人的肩头顶。若是因家己毋肯用一支枕头仔顶动伊，因一切所做，拢是要互人看才做，因为因的皮筋做较宽，衫仔久的手做较长，爱养道理做大位，为灯来坐乖位，过市来互人请安，也互人称呼因劣比。若是恁无伫互人称作劣比，因为恁的先生是一个，恁拢是兄弟，伫地里也无伫称人做爸，因为恁的爸是一个，就是伫天里的。第10，也无伫互人称作先生，因为恁的先生是一个，就是基督。若是恁中间最大的，要做恁的妻因，凡若自古的，要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请陈美玲牧师讲道，第84，乌参像耶稣。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教会每一年拢有一届安尼的主日。就是伫咱教会教育的主日，咱会请这儿童组的这囡仔来台仔顶来聚会。我想咱要传承互因呢，毋是一种的语言，咱要传承互因呢，是对上帝的敬虔。所以今仔日咱在场所有这的长辈，拢是因学习的对象。咱嘛会当伫礼拜了后，甲因鼓励。现在请小朋友拿出你们的填空。我们有一个讲到的填空题，请你们拿出笔，然后填空题来写上填空。所以咱这个大人真幸福，咱免写填空，这个囡仔爱写填空题。伫一届的聚会内面，我有拄到一位退休的牧师，我就讲牧师足欣赏你的哦，退休了后会当四界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无想到即个牧师足凝重、语重心长甲我讲，退休无你想的遐尔好，千万爱会记你2项代志。第一就是毋通伤早退休；第二，你退休进前爱先做好你退休的规划甲学习。但是对我来讲，实在真学得体会，因为退休我感觉就是爱睡到自然醒，然后看倒一个教会也是事工有需要。会当做2工的，我就去斗3工，哪有需要什么规划甲学习的？但是退休真正需要做好准备，因为根据高雄医学大学的研究，台湾人差不多有10%的长辈是得到忧郁症。忧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退休。有的人退休了后过到非常的精彩，但是真多数的人，因一退休了后就毋知影要做啥物，并且嘛因为社交，也是因的生活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也是感觉讲我无遐尼济互人需要的所在，就产生真大的失落感。因为即张的顶面，咱拢有一张的名片，即张名片无需要啊，你的头衔嘛无去啊，并且有专家有讲。迄种的失落感，毋是靠你短期一直去旅游，也是你一直去食好食的物件会当填满的。所以一个人对即场落来了后，需要做真好的心理的建设甲学习，爱去找到你生命中间迄个阶段的意义是啥物。这是长辈的情形。但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呢，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建立在什么东西的上面呢？是我们有几间房子，我们有多少存款吗？是我们有没有结婚，我们有没有生孩子呢？还是我们一年出国几次，
有几张的 VIP 的这样子的一个卡呢？还是我们在哪一间公司服务，在几年内能够升官呢？做学生的呢，是考到某一间学校，是要全校排行第几名才有出席吗？不止这样子，其实连小学生也有他们的烦恼。我在松山国小教生命教育，是教5年级的孩子。我们第一课呢，是请这些孩子呢圈出他们的困扰。他们困扰的问题，其中第一个最大的呢，不是课业的问题。第一个最烦恼的是，他们在学校可不可以有好的人际关系，是不是能够交到好的朋友？升上国中又更复杂，因为开始使用社交软体，所以每一天是不是有人追踪、按赞你的脸书、按赞你的 IG， 这才是他们存在的一个证明。我有看过一个韩剧，里面是描写一群高中生，他们随时呢就注意他们手机里面的 IG， 在 IG 里面的世界，他们要追求的，或是他们想要破坏的，都发生在这个看不见，但是比实际生活还要更实际存在的这个网络世界里。所以青少年的 IG 等于我们成人世界里面用的名片。所以看起来，无论是什么款年龄的人，咱拢需要用外面一项物件来量家己，来看家己，咱敢有价值，咱有偌济价值。但是，咱敢需要用这物件来看家己咧？属上帝囝儿的咱，其实毋免遐尔辛苦，因为伫上帝创造人的时，已经将伊的形象、将伊的模样、伊的画面赏赐予咱。所以，既然咱有上帝尊贵的模样，上帝当然袂用世间遮的人定出来的价值观来量咱、来看咱。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他对我们的一生有特别的计划。既然是一个最特别、针对我们个人量身打造的一个计划，我们就不需要这么辛苦追求和别的人一样那些外在的形式。就亲像耶稣伫面对伊的学生，伫遐正讲向上大、向要做大，这种世间人真想要得到权威的问题时，耶稣有提醒因，既然家己谦卑，亲像这个细汉囡仔的，伊伫天国就是就是上大的。另外，伫马太福音伫路加福音嘛有讲着讲，令正人的中间第一微细的，伊是最大的。耶稣时代的人嘛拄着经济的问题，互因感觉真艰苦，生活得要过袂去啊。但是耶稣安怎提醒因？耶稣讲，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这个，疼迄个，也是会对重这个，看轻迄个。恁袂为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佮讲，无伫挂入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也是恁的身躯要穿什么。试看天空的这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聚伫七仓，恁的天父也伫饲因。啥事为着依上挂入啊？试想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因无着磨，无芳质，恁的天父也知。这个足拢是恁所欠因的，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面拢要煞互恁。弟兄姐妹，这些经文我们讲起来是头头是道，但是是不是真的行在我们的行动上呢？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如果我们只会在头脑里面想，我们只会从我们的嘴巴说出来，我们只会去要求别人去做这些事情，这和法利赛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读这些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这与我无关，因为这些话也同样是讲给我们当中只想听，但是却不愿意去行的那些人来听。这段经文一开始，耶稣讲，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坐摩西的位，
所以既然因所甲恁讲的，就行来守伊，总是无伫照因的所做来行，因为因有讲也无行，因用重搁恶担的担，白来下伫人的肩头顶，若是因家己毋肯用一支枕头啊顶挡伊。坐在摩西的位上，这意思是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继承了摩西的职分，来教导以色列关于上帝的律法。耶稣没有否认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教导的权柄，也不否认他们在律法上的努力。所以耶稣说，凡是他们教导你的呢，你呢要去听，并且呢要去行。但是耶稣上有意见的是啥？就是对因的言行举止，因为这个人敢若一支嘴，敢若会晓去要求别人，家己较毋愿意去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咱定定看见耶稣讲这个人是安怎假好，假冒为善。另外，耶稣嘛形容这个人讲，因一切所做，拢是要互人看才做。所以，因的配件做较宽，衫具的手做较长，爱引导离坐大位，会堂来做高位，加起来互人请安，也互人称号因做列比。这个配件就是因戴伫头壳，也是绑伫因的手的一个细的盒仔。这个细的盒仔内面缀的是经文，但是搁较早进前。因是缀伫皮做的袋仔内面，衫手就是因这外袍下面一条一条的这个手，这个手拢总有613条，代表摩西的律法。为什么这个人要穿安尼的服装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伫申命记第6章第60到第90有讲，上帝甲因讲我今仔日。上帝吩咐摩西甲因讲：我今仔日所命令恁这个话，着记伫恁的心，也着用这困教示你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里，困还是起来，拢着讲论，也着绑伫你的手做记号，戴伫你2蕊目睭的中央做纪念，搁写伫你的厝的门徛，以及甲你的门。所以犹太人因会伫因的服装顶面有安尼一个装塔，头壳或是手绑一个配件，也是伫因的门有一个安尼的一个指夹，放伫遐，内面拢是缀经文。这是上帝的吩咐。为着是甚物？就是当因在祈祷进前，因要祈祷啊，就将这物件提起来、穿起来。当因看到讲这配件，戴伫因的头壳顶，绑伫因的手的时，就要提醒家己，爱会记伫上帝的话。当因摸到因的衫手的时，就提醒因爱去遵守上帝的话。但是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是祷告的时候才穿这些服装，他们是24小时穿戴这些东西。他们也不是为了上帝而穿，而是他们也不是为了提醒自己而穿。他们盼望被人看见，所以把那个襟夹呢做得更大一点，把那个衣服的须呢做得更长一些。如此一来，当他们走过来，远远的大家就会看见他们，就大声话讲：“列比来呀，列比来呀！”但是耶稣早就知道这些人，这些法利赛人，就骄傲的，就虚假的。因做这外表敬虔的代志，是为着要互人看见。所以当讲因外在的言行，甲因内在的性命是差非常非常的远。但是当我伫看这段经文的时，我毋是坐伫遐看一出耶稣伫遐骂人的好戏，因为伫我的内心嘛不时出现一个问题：我敢有可能嘛是一个法利赛人咧？我教导信心，但是我敢嘛是烦恼伫过日子咧？我教信徒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是毋是嘛定定靠我家己咧？当我伫安尼想的时，这段经文就无过是看做一
一群人互人骂的经文，是一段互我会当伫主的面前自我反省的经文。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嘛需要定定反省，因为咱毋是宗教徒，咱是耶稣的学生，所以咱需要接受耶稣的指导来修正家己的信仰。因为咱生活四周围有太侪物件在影响咱，甚至这个影响是大到咱已经失去信仰的实质。但是咱的外表阁会当维持迄个会当互人看见的迄个敬虔。哇！你读过神学呢？哦，你是中职，你是团契做的同工，你是小组长呢？这个物件好亲像真做咱信仰的名片，写甲满满满。这甲遐大的配件，三手长长的这法利赛人有啥物无共？言行举止应该和我们生命的程度是相当的。伫约翰一书第2章第9节有举一个例讲：人若讲家己踮伫光明，也怨恨伊的兄弟，就伊到呾是踮伫黑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盼望找到那个生命的光，我们也以为我们自己得到了。但是却没有想到，我们那不一致的言行，却显出我们最实际的属灵状况。所以，咱需要定定来到上帝面前，将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家己知，上帝知的迄个有话讲出来。恳求主会当赏赐予咱气力，会当离开遐个黑暗，会当帮助咱的言行举止显出伫咱内面的主。为什么咱需要主的帮助呢？因为咱靠咱家己是绝对无可能做会到的。亲像保罗嘛讲，论迄个意爱我就有，行迄个好我就无。咱无法度靠家己，咱需要一个外在的气力来帮助咱。但是这个力量要从哪里来找呢？从名人传记吗？从好人好事代表吗？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可以值得我们投入我们全人去学习的一个人。但是耶稣伫遮讲，若是恁无伫互人称作劣比，因为恁的先生是一个，恁拢是兄弟。就像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有教导律法的权柄，但是他们也会犯错。他们陷入于那个名声，他们陷入于权位的这种虚荣当中。所以耶稣提醒因讲：恁唔通爱人叫恁是老师，先生只有一位，这个先生就是耶稣，因为伊是完全的人，伊也是上帝，所以伊才有资格会当做咱的老师。第9节也是一句很容易引起人争议的经文，而且讲伫地里也无得称人做爸，因为恁的爸是一个，就是伫天里的。我真会记得有一个真敌对基督教的一个以前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老师，他就是用这句话来反驳我。伊讲恁基督教上无友好。因为恁竟然无称恁的老爸做老爸，恁是称恁若信耶稣就称呼迄个上帝做天父，恁无认恁的老爸。可是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在这里不是叫我们呢，不是叫我们因为信仰而离开我们的父母亲，因为在十诫里面有严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孝敬父母。耶稣伫遮讲唔通称人做老爸。是因为犹太人有一种习惯，就是因会称呼教导的劣比做老爸。但是耶稣甲学生讲，袂当安尼，因为伫属灵的方面，只有上帝才是咱的爸，所以人袂当贪图迄个虚名来接受爸的安尼称呼。因为你若是一个劣比，人佫叫你爸，安尼表示你想要抢夺，你想要取代上帝的地位。另外，这段经文嘛，互咱有一个错觉，就是以后咱伫教会
干嘛毋免称呼称呼咱的人做老师吗？毋是，因为耶稣伫遮是咧提醒咱，爱避免陷入迄个名声的浮用的中间。但是耶稣毋是咧讲恩赐的运用，恩赐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恩赐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就像有人有教导的恩赐，所以我们就分别他的恩赐，称呼他是老师、牧师，给他们有教导的职分。有人可能会管理、治理的恩赐，我们也分别他的恩赐，称呼他们为长老，让他们有职分可以治理教会。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好多种的恩赐。那你可以找看卖，我的恩赐到底是什么？你要是想了老半天，你都找不到你的恩赐，有可能是你还没有参与服事。因为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恩赐呢会越来越显明，并且耶稣嘛提醒咱，虽然咱是用无同款的恩赐来服侍，但是咱伫一个信仰的团体内面，咱信的是同一个主。这个主毋但是全能的爸上帝，并且伊嘛来到世间，真做咱目睭看会见、会当学习的老师。既然只有一位老师，咱所有的人就拢是平等，咱拢是学生。既然只有一位是天父，咱所有的人就是兄弟姊妹。所以嘛，因为安尼，所有的人拢平等，无有阶级，嘛应该彼此相听，无有分别。最后，耶稣结论讲：若是恁中间谦卑最大的，要做恁的妻佣；凡若自高的，要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这人是布克·华盛顿，伊是一个美国的政治家、教育家、甲作家。在1881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阿拉巴马州塔斯基级学院的院长。所以这代表伊伫学术界有真悬的地位。他开始担任院长没多久，有一天他走到他们学院的镇上，一个白人的一个社区，刚好遇到一个白人的有钱的一个妇女。这个妇女一看到是一个黑人，就问他说：“你会当来替阮测查不？你可不可以来替我们劈柴呢？”这华盛顿院长他不赶时间，所以他就答应了。他就脱掉他的大衣，就开始劈柴，而且还把这些劈好的柴搬到厨房里面去。没想到他走到厨房，那个厨房里面帮忙的女仆呢，认出说这个人是院长，就赶紧呢去报告他的女主人。所以第二天这个有钱的妇女呢，白人妇女呢，就很不好意思跑到他的学校办公室呢，跟他道歉说：“哎呀，我不知道你的身份，竟然呢叫你做这么粗重的工作，实在是太不敬了。”可是这个华盛顿教授回答他说呢：“这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我也喜欢劳动一下。再说替朋友做事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哇，这个白人有钱的妇女呢，被这个院长呢的态度感动了，所以过不了多久，他就找了他几位有钱的亲戚，捐了一笔款呢给这个学校。家己卑微，家己卑微，这不是一种自卑感。好，咱刚刚讲信仰叫我们当一个很卑微、卑下的人，一个充满自卑感的人，不是这样的。自甘卑微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态度。伫世界，咱真少看到家己卑微的安尼的例，但是咱的主耶稣伊做上好的模范。伫腓立比书第2章60到11节讲，伊本有上帝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反倒拼空家己，取奴仆的形状，成做人的样相。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悬，赏赐伊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互记若伫天、伫地以及地下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脚头有毋跪拜，
无一个喙毋称好耶稣基督是主，来归荣光上帝。有这样的一位神，他为了爱我们，他甘愿放弃在天上那荣耀的宝座，以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最后死在罪犯所使用的十字架上。兄弟姊妹，咱已经接受救恩的人，咱是要安怎来报答主遐尼大的恩典呢？安尼恩典，咱永远还袂清。但是，咱若愿意伫咱的言行举止顶面来符合咱所知、咱所信的，咱愿意将上帝的疼实行伫咱的生活内面，这就是报答主恩上好的方式。今仔日是咱教会的教育时间奉献主日，咱真欢喜有这囡仔参与伫咱礼拜服侍中间。头拄仔我有讲过。咱要传承的，毋是一种的语言，咱要传承的是咱的敬虔。所以，望咱所有的这长辈，咱拢会当成做这囡仔真好学习的模范。总是咱上大要学习的对象，就是咱的主耶稣。所以礼拜结束之后，我会送给每个小朋友一条手环，这上面写了4个字，叫做 WWJD。这4个字代表的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但姐带你当找New老师来领取这个手环。当我们把这个手环绑在手里的时候，我们随时来想，要是耶稣遇到我所遇到的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做？耶稣遇到这个人，遇到我遇到的这个人，他会怎么面对他？其实唔拿咱的所谓儿童，嘛望咱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将咱每一天的生活，咱拄到的代志，拢当作是为主来做的。无论大事、小事，无分重要的事，也是卑微的事，咱拢忠心、尽心来面对。咱做伙来祈祷。主安感谢你，互阮今仔日甲这儿童做伙来敬拜。主安恳求你，互阮的教会，无论是年长的到这儿童，阮拢会当学习亲像你。阮要学习的是你安怎来面对这个世界无共款的价值观。主恳求你帮助，互阮所知、所信的，会当行出伫阮的信仰。阮也恳求你祝福这儿童甲因的家庭，帮助因自细汉会当见着上帝，会当伫家庭、伫教会中间受到好的养育甲信仰教育。阮将因摆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